金秋10月，九龍呈祥幸福陵園喺10月19日隆重舉行咗公展日記地藏王菩薩落成大典，延續中華慎終追遠嘅文化精神。眾多華人家庭同僑胞共同參與，場面莊嚴而熱烈。活動圓滿落幕之後，誠邀社區民眾登高祈福，親臨美東少有嘅高山福地幸福陵園現場挑選長壽福地。幸福陵園創辦人不時先生親臨現場參加活動儀式，並親自解答咗民眾提早挑選福地遇到嘅問題。慕源集團副總裁亦都親臨現場參與拜祭儀式，體現咗集團對中華傳統文化嘅高度重視。當日 AM1480電台 DJ 們亦都現場直擊報導，為民眾講解咗秋季嘅幸福陵園，讓更多聽眾朋友了解幸福陵園嘅管理同埋環境。多年嚟，幸福陵園秉持永久管理、文化傳承嘅理念，每年定期舉辦春祭與秋祭活動，俾後人得以慎終追遠，延續孝道。幸福陵園以海拔100層樓高嘅視野，超過20個中文園區同埋8000萬美金管理基金，為華人提供安心、恒久、文化底蘊深厚嘅安息福地。秋季選福地，寓意福人居福地，讓愛與思念得以延續。提早挑選福地係對生命嘅尊重與延續。喺高山之上，讓愛與思念化為永恆。我哋無法選擇邊度出生，但可以選擇喺何處安息。幸福陵園每週7日免費接送參觀，電話2016768888。